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4月13日至2026年4月17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伊戰事出現明顯緩和跡象，為美股帶來正面支持。雙方已經達成2個星期停火協議，美國副總統會喺伊斯蘭堡同伊朗外長會面，商討永久停火協議，市場普遍寄予希望。雖然停火協議仍然比較脆弱，雙方間中都有互相指責違規，但投資者相信協議有機會維持，避險情緒已經逐步降溫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意同黎巴嫩直接談判，亦有助緩和中東整體緊張氣氛。整體嚟講，地緣政治風險下降，市場投資氣氛預料會逐步改善。即使談判過程未必順利，市場預期情況唔會進一步惡化，加上憧憬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航，美股短期內出現恐慌性下跌嘅機會已經大幅降低。技術面上，美股已經呈現明顯反彈勢頭，多隻大型科技股出現追落後跡象，顯示資金開始重新流入科技同人工智能相關板塊。只要戰事進一步緩和，美股仍然有進一步上升空間。短期嚟睇，市場對戰事向好嘅憧憬，有利美股延續反彈，技術上已經逐步突破阻力位，走勢明顯轉好。即使美伊談判未必完全順利，美股亦有望反覆企穩，唔會重現3月份嘅恐慌性下跌。目前整體睇法稍為正面，預期喺停火期間，大市可以維持相對穩定嘅發展格局。板塊方面，人工智能相關發展持續受到市場關注，重磅科技股普遍繼續反彈，2、3線科技股就呈現個別發展。若果伊朗戰爭可以進一步緩和，將會為美股提供更多上升動力。投資者目前喺談判樂觀情緒同通脹憂慮之間徘徊，但整體資金流向顯示，對科技人工智能板塊嘅信心正逐步恢復。美伊和談進展雖然存在不確定性，但美國似乎已經逐步佔上風，呢個有助提振市場信心。短期內，美股預料會喺樂觀憧憬之下維持反覆向上嘅格局，特別係科技板塊仍然有表現空間。儘管正面因素較多，但仍然需要留意潛在風險。中東局勢仍然不明朗，停火協議脆弱性較高。如果談判結果未如預期，美股可能會出現短暫回調。另外，受地緣風險影響，油價維持高位，布蘭特期油徘徊喺90至100美元水平，現貨價更加穩定喺100美元以上，導致運輸同保險成本高企，下游化工同製造業面對較大成本壓力。人工智能長期發展雖然樂觀，但加息壓力仍然可能部分抵消利好。投資者應該保持謹慎態度，喺談判進展明朗之前，避免過度追高，同時密切留意油價走勢同通脹相關數據對市場嘅影響。